水它是要竹子做的，这个竹子呢叫做苦竹，是我们这个地区南方特有的。芦苇自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出土的时候，芦苇只有1个音，所以呢，后来就发明到6个音。我的父辈他就只能做这个，到了我这一辈呢，就发展了从6个音发展到8个音、12个音、15个音，现在就做到了24个音。